經過以上4節，相信大家都好清楚香港空氣污染問題有幾咁嚴重啦。為咗頭上一片藍天，我哋市民同政府都應該出一分力。公用發電方面，多用再生能源同減少燃煤發電都可以減少污染。水上運輸嚟講，立法規定船隻使用歐盟4期或以後嘅柴油，定期檢查零件，幫2個郵輪碼頭安裝岸電設施，以減少船隻在岸燃燒柴油，再加上限制船隻航速，就可以大大減少船隻喺海港內排放廢氣。至於民用航空同埋商業機械，政府可以加強監管喺建築地盤、貨櫃碼頭同機場等工作嘅非路面流動機械，確保佢哋符合即將制定嘅廢氣排放標準，並使用歐盟4期或以後嘅柴油。道路運輸方面，香港政府要增加普通私家車，並同時減收環保私家車嘅首次登記稅，鼓勵車主選用環保車輛。至於喺人煙稠密嘅市中心設立限制排放區，限制高污染車輛駛入，並且喺市中心完善公共交通網絡，就可以促使市民減少揸車。加上重組市區巴士同小巴路線，亦可降低廢氣排放。仲有商用車主請依從政府提供嘅補貼計劃，更換歐盟3期或以前嘅柴油車，多管齊下，空氣質素自然得以改善。我哋市民大眾亦要節約使用能源，熄咗用完或者備用狀態嘅電器，並多乘搭電動車輛同鐵路等潔淨嘅交通工具。短程嘅話，不妨步行或者以單車代步，既健康又環保。仲有，我哋要支持城市綠化，利用空地同天台種植，以吸收溫室氣體同埋降低市區溫度，減少空調用電。請記住，只有各界同心協力改善空氣質素，香港先至可以重建久違嘅藍天。